天宫洞一张口，让天破了一个洞。这样的神话故事大家有看过吗？有，对不对？这一生老破神也有演噶老天宫洞一张口哎，是谁把这个洞给它补了起来？啊，把咬把它补了起来。客家人为了要感谢女娲把咬，所以就在每年的长烟一生都填传印。在这一天呢，他刚演黑某州噻，是某州噻，所以就就流传了几句话下来。听其他人有印度，有州某州，雕都田传功，有州某州，雕都田传功。就是说，不管你有没有工作，你就是过年就一直放，从正月初一放到正月20，好不好？不好啊，我觉得很好，我可以放20天，不用医生验。咱我以前很多有穿无穿，仲爱撩田船，有穿无穿，仲爱撩田船。所以说长烟一生下烟啊是男不耕田，女不织布。谁来也不是一周田，谁毛也不是一这不。男不耕田，女不织布。如果长烟医生要是去工作，会怎么样？天穿地裂，天会破一个洞，地上会裂开来，所以长烟医生是不工作的。那后来我们要定一个全国客家日，全国客家日。想了一想，要哪一天比较好呢？有移民节，有长烟班，有冬节，有很多的日子让我们来选择。后来客家 BNB 他选择了长烟20田传印作为全国客家日。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地球有什么样，气候上有什么样一种情况？地球暖化了，对不对？暖化了暖化了。地球暖化，那么臭氧层也破了一个洞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地球，节约我们的各种能源的使用，希望大家有绿生活，然后过一个乐活的生活。要追全国客家日，讲给长见感的意思。这样说明大家有清楚吗？有。好，现在有奖征答。